台南新寮镇安宫镇殿的开基二马金身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即马庙方是决定要改修整，也毋过在过程当中所发现这个神像内底竟然搁藏另外一身神尊，这是引起在地真大的讨论。也那文资处是回应讲，拜五就会派专家去视察参评估。 庙人员参道士当咧进行驾灵仪式，因为这尊有100年历史的镇殿开基二马金身要送去修复。新寮镇安宫神尊因为年代较久，爱修整，面小可晓晓，加上结构有问题，管委会向市民请示，同意来修整。要修复正前，透过照电工检测，无意外发现神像内也有另外一尊神。阮二马嘛有落架，伊就讲年过到，伊禀报上天啊。 体内神尊会当来做一番的处理。它的矿物彩层，底土层，或是那个它的彩绘层这个部分去进行它结构的一个复原，让它恢复它原始的一个结构强度，它就不会再继续去造成损坏，我们也会。 去保留它原始的一个样貌。修复师讲，对电光片会当清楚看到神像的头甲金甲头的形，普看起来应该是两身的妈祖金身。特别的是外面这尊妈祖，敢若50公分，竟然内底藏一尊神，是真罕见。大台南文化研究员推测，早期安南区是对水浮出来，过去才做水灾真严重，可能是祖先为着要保护神尊，甲旧神像藏伫神窟的内底。就圣庙互大水冲去，咱一般来讲。 唔一定会抱神像先走，先来避水灾安尼，所以有可能因为安尼的因素，所以把一尊原底的神像放伫咱的神雕的神像内底。文资处回应，拜五会派文资专家学者到场评估，提供后续建议。那文书解讲，那汤有影开宗，除了通看到神尊，嘛期待有其他的文物甲名册，会再进一步来证明因过新寮镇安宫的发展，嘛对咱子孙历史有真大帮助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